讲台语，下百万。好，欢迎咱第一组的来宾家庭，咱的伟家。伟兄，伟娘，奖金好赢。好，你赢啦！来，好，第二组来宾家庭，咱的爹哥，阿吉，一定爱吉啦，爱吉多来摕奖金啦！来，咱请就你台，来谢你哦。哎，倒行，来，大刀行，来大刀，是。慢慢啦，哎，来，哦，来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今日不得了啊！今日请的8位吼，拢是咱音乐界吼真有贡献的，而且是恁这边的真有贡献的。咱等下好好介绍，先介绍我这组的来宾队长啦。好，我的信伟。欢迎啊！信伟，这少年代的音乐人，系啊，制作歌制作不得了的，是啊，有压力无？啊，我这边上。哦，是。对，我拄甲亮哥最近迄个阮发的单曲叫《任何搭》。任何搭啦，那对查甫囡仔来讲就是任何搭啦。啊，这开的你看。哦，真好，哇，够高水呢。单曲 CD 真正会开的你看。真高水，支持者哦，任何搭啦。今日要介绍阮的队友啊，拢真厉害咯。好，来介绍你去。这是大宝，大家好，朋友大宝啊。是啦，看到宝啊，你就知影讲新名来啊。我今日是做歌迷来，原本想讲这拢是咱台湾一岛的制作人对吧？是来看到迄边拢新竹牌登记。来，我说的去嘛，不得了，今嘛，若讲到伊，大家拢会知影是谁。是啦。来，老师介绍大家好，我洪山亮阿亮啊。来个说的去。我家己讲嘛，大家好，我是林英伟，嘿，足高水的，嘿，足高水，真坚强的查某囡仔，啊嘛真好笑。所以讲你的老师嘛，你迄边对哇？我的老师，秉信，对，对，即摆看一遍老师，是即摆看一遍的拢无人敢讲话啊。对，嘿啦，对。好，来介绍咱的队长。欢迎咱的阿蝶老师、柯兄弟老师。老师你好。我先介绍我家己对不对？对，啊，这本就要甲请出来。我不是会晓写歌词，是，我嘛会晓写册。哦，我是柯兄弟，这本册叫《有所得》。有所得。啊，大家拢是一篇日历。你看你几月你生？6月6日。好，6月6日。我俩你几月6月6日？对啊，好来，叫做不要怕失去，是怕让你失去。哦，卖惊死！如果这句如果你很有感觉，对不对？我就把它撕下给你，因为日历就是拿来撕的。是，这就是咱迄个当心情啦。对啦，有人咱行袂开的时阵哦，心内唔知要安怎，咱就甲看一个变者。你看，失去变得不是失去了。对，真有意义哦。咱若是真正有影，你感觉心内过袂去啊，不要紧，来买咱阿迪老师的册。对，不止买我的册，来，来，老师你的册摕出来。哦，哎呦，今年78岁，我写一本20几万字的册。哎呦，恁的时代，咱的歌。对，赞，咱迄个时代因拢唔知。你知道老师啊，这本书一共写他们家族的4代，100多年哦，然后里面就又把每一个时代的经典歌哦，台语，每个时代有经典的台语歌哦，这门牌哦，让你一路安尼看一路看过来的哦。啊，个咱看到150几年来，咱台湾所有的变化。是，好，欢迎老师呢。欢迎老师。好，来，我说了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张雅文。老师好。好，老师你来阮家，你会生到足强，足欢喜的。我这游戏真趣味。是，介趣味，搁头下讲咱的武艺。真正是向拖来的。袂啦。为着恁老师吼，这个前辈哦，真正人讲的真正音乐吼，无分关系啦，吼，啊无分水准啦，伊分的是价值。老师留落来就是价值，是，价值的这一代吼，咱真正爱学习，所以今日是为着林老师来。欢迎你，欢迎你。好，来，我说了去。这位上重要。嘛是叫你逼来。不，这位上重要啊。上重要。因为终于摆脱他姐姐了。哦。他居然可以做一本手绘本呢。哦哟。我就厉害。因为他不是搬到
澎湖去玩吗？他把澎湖啊，是，水啊，他把澎湖的感觉哦，用了一个小吃爱生气，他是你知道小吃爱生这起七龟，七龟啊，七龟你为什么他们以龙怎样？唔知啊，这就七龟啊，反正你看这个七龟啊，你就知影哦，为什么哦，伊爱生气，因为大家拢甲怎样文做伙足高，所以一个无爽快，一个爱生气，这口罩是安怎哈？来，咱即摆先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哦，您熟悉一下哦，好来。好，再欢迎来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。会晓讲台语，互你知天文，捌地理，知识丰富，无得比哦。赞，看像咱老师安尼啦，对啦，吼。一定爱学啊！写到咱这个年会啊啦，是啊，而且哦，拄啊吼，阿迪老师甲我问讲，啊，恁这100万拢骗人的啦，拢骗人。哎，有影阮无骗人哦，无骗人，真正有人提起。去年已经送100万出去啊。是，真正老师伫遮啦，老师。啊，甲恁介绍一下吼，100万。咱这季吼，就拢总分3个阶段，今日是初赛，啊，你过关都过来就复赛。上尾啊，决赛赢就会使摕总冠军100万。哦，好，先比一下哦。好，进来咧，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挖大饼，好，啥啊叫做西瓜挖大饼？台语新词大调查咧。哦，这个意思就是讲吼，咱台语即马就看到足侪新的物件，譬如讲无人机，大家拢知影这个物件，但是台语安怎讲呢？可能有足侪讲法的。阮选出2种上侪人讲的，了后去调查超过300个人的全台湾性大调查，看这2种。上侪人讲的是倒一种啊？互恁来选看嘛，恁有介意同款无？好，来，咱开始啦，先。哎，这回合拢总3题，若是拢进到，就得得到6000哦。6000哦，加油哦！提起来哦。好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智慧型手机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哦，智慧型手机，大家拢有嘛，对吧？吼，来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点控手机啊。来，咱用手来点，哇，是不是啊？点者伊就开，点者伊就开，刷者伊就会刷，安尼意思对吧？所以我的答案是点控手机啊。哦，啊那阿雄我的答案叫做巧手机啊，因为智慧嘛，智慧就是巧，所以巧的手机啊，大行拢会晓有无？是上侪人讲的，到底是用点的，还是用巧的咧？系啊，选看嘛。是美秀的点控手机啊，还是阿雄的巧手机啊？来2队，咱车选择。美秀，阿雄，边这边。来，算哦。哦，哎呦，哦，趣味哦，这边有甲风险分开啊。我2个无共哦。看完这边，位的这边听到，捌听过无？拄则听到啊啦，拄则有听到啊啦。外口捌听过无？无听过，啊，不过看起来敢若是安尼。我甲你讲安尼，敢有理？哦，较有迄个行动就对啊。感觉较侪人会选嘿。是，因为咱台语词吼，足侪是甲动作有关系。咱名称甲华语上无共款，就是台语拢会用动作来号这个名，所以点控手机啊应该是对的。伊手机啊有当作人戆落嘛是真戆啊，无一定巧啊。戆手机。有当时啊手机啊人戆起来就直接石头嘛，适当。因为戆甲巧就是另外一种的嘛，啊点的就是一定爱嘛，用手去点的。哦，这边冇道理哦。嘿，啊那这边哦，这边是选我，还是选那个甲你哦？好，来我问阮阿条老师，你是安那选这边点控？点数的较对。点数的较对咧。选人不是，伊是选人，无你选。嘿，老师，你选是咧选，那个不是选人。老师，你即摆你选灰哦。
好，谢谢老师啦。无，我感觉哦，是因为咱人第一个印象，你会去选倒一个就是倒一个。一看到就选倒一个。我嘛是感觉是戆甲巧两个差别。是。伊嘛可能是戆手机啊。但是有一个人无安尼想哦。是，伊无安尼想。一对姊妹啊，会请问，嘿。我刚才想讲啊，手机啊，因为我智慧型手机嘛，智慧嘛，智慧就是巧啊。就复杂的啊。好，来，阮两个拢唔知影答案哦，老师有答案。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翘手机啊！哇！不要紧，咱少年的先休棍者来分数，终于得了1000咯！厉害！咱的智慧型手机啊，有人讲的是翘手机啊，是安怎讲呢？因为啊，伊的功能足侪啦。你看，你会用手机啊创啥？查资料嘛，还会听音乐嘛，你会当去买物件嘛，吼，纳税嘛，吼，功能足侪，所以讲伊足巧，足有智慧的，吼。啊，嘛有人讲，因拄则讲会当安那触控嘛，吼，所以讲点控手机啊，嘛有人讲，咱做出来结果，翘手机啊有58.48.4派人选，啊。点控手机啊是41.6派人选。好，来第二题啊哦，来请出销，请出销哦。好，来，老师咱请出题。请问被点到笑穴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来，美秀这边是抓到痛筋，因为啊，如果咱家己俩耍的时阵，拢会安尼抓伊的只，哎呦，嘿，就抓到痛筋，你就哈哈一直笑安尼。所以我这边是抓到痛筋呐。啊，像我这边是着笑鼻啦。有当时啊，若开鼻就一直食，啊，你的笑鼻若开，你笑袂停啊。无好笑嘛是好笑。对啊，笑到流目屎都有哦。哦，啊，不过到底是我的抓到痛筋痛较痛吧？还是你的着笑鼻较好笑咧？哦，打一人上侪人讲哦。好，来两边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眼睛红艳大家温开哦。对，老师请选。哦，哎呦，这么过你养筋，用养筋的哦，嘛是坚持要挂就对啦，对，是安那大宝，因为我养筋赢的哦，养筋赢的，笑鼻痛筋，咱拢有捌听人讲过，是，尤其吼，咱既然讲咱的题目是用过选的嘛，看偌济人答案上济，这就真歹讲啊，所以归去养筋交心明。好来，那看完这边阿迪老师，你嘛是养筋吗？笑鼻哦，简单明了。哦，着笑鼻，对，简单明了。是，我问姐姐。因为我唔捌听过着笑鼻，唔捌听过。是，啊，所以阮就会直接选哦。有听过。痛筋。好，来，到底是我的痛筋呢，还是我的笑鼻呢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来，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抓到痛筋。哦，好，来分数先。终于得了2000咯！来，有咱这边的咧，终于得了1000。嘿，嘛是分数。被点到笑穴，啊，咱人就会笑袂停嘛，吼。好，啊，迄个有一种讲法叫做着笑鼻，大家可能较毋捌听过吼。其实这种讲法伫日本时代就有啊，所以咱的台日大书典是有这个讲法吼。啊，啥物是笑鼻吼？笑鼻就是咱的体内，互你引起的笑的这个啥内脏啦吼。啊，你若毛病时，人就一直笑袂煞，吼。啊，迄个这个拿着痛筋吼。啊，你着安那规身躯足爽快嘛，啊，着一直笑，啊，咱做出来结果哦，因为这哈着笑鼻，大家较无听过吼，所以伊着44.8%，啊，拿着痛筋，大家较接咧讲，所以有55.2%。哦，来哦，白手哦，来，老师咱请出题。请问翘课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哦，翘课哦。美秀这边是偷走猪，因为就是无想要读册嘛，无想要读书嘛，所以我一定爱偷走。是，所以我答案是偷走猪。是。啊，那阿雄我这边叫做偷走
头早学，哎嘛是有道理哦，哎呀，因为去学校嘛，啊咧学嘛，啊你即马无想要学，你就落跑啊，嘿，头早学。哦，是我的规矩较头早煮，啊是我的头早学较贵气咧。好，来两队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技表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届袂歹哦。因可能相信我有拢咧翘课的款。是，因为你叫人嘛，该你爱对啊啦。对啦，常常安尼，头早学，无想要学啊。对啊，有头早的举手。你看拢走过，你看。我这边外快拢无，我拢无。是不是？所以恁感觉是学，不是煮？刚刚是学。是迄好是要学。老师嘛。他好唔那有煮尔。讲物件学对啊。是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哦。有道理。无唔对，来，咱听先辈安怎讲，来，先辈。啊，我会选头早学，因为恁头有一个问题是讲，大家拢会安怎选？对，因为这两个答案拢相共嘛。是拢同款。我相信哦，头早学大家拢较听有意思。哦。头早书会卡里遐唔知什么意思。敢若头题煮的感觉。所以一定是头早学，唔是我个唔相信。到底是啥人较会？较侪人选的。无唔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头早学。嘿，好来，头早学就是无爱去学堂嘛，吼，啊无爱去学校的意思嘛，吼，啊这头早书哦，就无爱看册啦，吼，好，啊迄个拄则两边的来宾拢讲啊真好，有无？吼，咱因含一般的人，吼，迄个调查出来结果拢共款，因为啊有61.2%的人拢选择头早学。啊，头早煮是38.8%的人讲，吼，啊，迄个头早学是3字嘛，啊，其实嘛有人更较感性的2字尔，讲啊啦，早学，早学，所以咱即嘛教育部的书店嘛有收这早学这种讲法。来，要看分数啊！来，咱来看一下阮的伟甲，今嘛有4000哦。嘿，咱的德甲咧，嘛有4000。这老师4000啊哦，白手哦，继续啊，加油哦，哦，好，拍平就好啦。好，今日第二位啊 ，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哦，今日咱要去看过去啊。是。不过规则先讲一下。好，咱这回啊拢总4题，一题有3000，你若是拢总会晓，得到的奖金有12000块哦。啊，是卡拄啊4000块，叫做16000啊。对啊。哦，袂少哦。不过今日哦，真正是先对先啦，先变先啦啦。放好嫩嘿。紧的啦，放好嫩刚好啦。是，不过无老师，你知影阮要去过去，要去倒位哦？即摆 AI 真恐怖咧。对。嘿，即摆拢 AI，啊伊就是哦，你看相片，古早相片，迄是倒位。不过甲咱印象当中绝对无，嘛有可能会无印象，因为咱毋捌去过啊。系啊，对伊毋是做不低的。我紧啊，因为恁拢无看过啊。伊遐年岁遐细，我一定。无，老师伊的年岁够较久哦。无一定，俺拢无看过。有可能敢若林老师有看过呢。提示一下。好，来提示一下，是咱刷落来吼，要带大家看的是咱台湾第一条铁纪录。好，来，咱今日要去倒咧，来，咱请看。哦。哦，会叮当，你看。哎呦哇！火车袂叮当是安那？无，伊是相片变的。哦。古早的相片，啊了后用 AI 有哦变成会叮当。哦。哇，以前的火车是安尼哦。以前有的日本时代的相片，啊有的是。哦。安尼就要互你看出来啊！哦。听我讲请手答，咱就给你上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啊，拄看到遐台湾头一条铁纪录是虾米人所起的咧？哦，来，咱请手答，应该袂困难呐。是啥人起的？啥人所起的？来，提一不要记几个字？哦，3个字。3个字啦。清朝的人。清朝的人。我来3个字。3，
老师，这可以我来走路。啊，老师给你上的，老师给你上的。你讲我唔相信你。老师伊的调工讲唔对啦。啊，厉害好，来你的答案是啉，我想袂记名。啊，你也要上？现在讲一老个。师若讲唔对，你机会就来啊。啉做苦。啊，啉啥的？啉做糊。来，你大声甲老师讲，老师伊的答案是啉做糊。啉做糊。还是不是啉哦？不是啉哦。你看伊偌调工呢？对啊，伊会晓调工讲啊。我甲板凳啊，我甲板凳。我一定爱答吗？会啊。伊是即嘛有一间大学用伊的名。是，来3个。好，来，老师请讲。老民团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老兵团，恭喜！我真的觉得在公司真的有可能得到100万哦。愈来愈有信心吗？加油！好来，分数啊加入去。恭喜你了3000咯！哦，袂歹。好来，清帝国统治台湾的尾期，咱台湾才建成。台湾第一任的巡抚就是老兵团，伊就有眼光的，伊知影啥？交通运输的重要性，所以专对啥？家人到咱台北起造台湾第一条铁路，全长30公里长，伫1891年正式通车。啊，这条铁路嘛是咱台湾现代化的开始。好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来，上个咱先开始。好，后来刷落来这个画面是要甲大家讲，日本时代是怎样咧运送这个木材啦？哦，运送木材的哦。好，今日咱要去倒位咧？咱请看。哇，橡皮啊变影片。真厉害。这画面即马拢无啊。对啊。真好看。花莲车站，中华民国万岁！哇，这古早。印象呢？细汉那时阵。你遐少年，你才有印象？细汉那时阵，对这种车头拢有印象。是。印象拢有啊哦。吼，老师，听好，我要出题啊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这是以早要运送木材甲大理石的迄个车头，你敢知影？即卖伊叫做什么车头咧？好来，咱请抢答。是什么车头？他拄仔就写咧顶悬，伊4字遐大字。啊，大火车头啊！老师，迄什么车头？他拄仔顶悬写顶悬啊。花莲车头。哦。花莲车头。老师有咧看。是吼，有看到吼。好来，老师，花莲车头对唔对？哎，花莲车头。其实来，你个拄只迄内底相片顶悬都有4字啊，你有真足可能有看到哈。好，这个旧花莲车头是日本时代起的，原来叫啥？叫做花莲港车头。花莲港主要是要运送这个木材甲大理石去花莲港，再甲为这个花莲港甲运去日本的，吼！1982年，这个旧车头正式甲废掉啊，甲它保留着一部分的建筑，成做即卖这个花莲的这个铁道文化园区，吼！咱即卖这个花莲车头是后来才甲起的这个新车头，以上。所以有加一个新车头对吧？就是讲以前伊是叫做花莲港车头，就是为着要运送这木材，去迄个这花莲港。来，恭喜这边，来咱这边爱加油，咱今日换人。好来，上个咱先提示者。好，甲大家提示一下，刷来这个咧是咱1897年出现的新头路。新的头路。一种趣味的头路。好，来，咱今日要去倒位咧？咱请看。哦，这大间。哦，会看到啊。哎呦，这是什么货？哦，你有看哦。好，来，阿文老师，阿文，拍电报。拍电报。很像了，很像，也是3个字，我是3个字。这个头路足特殊，请问是什么职业咧？
上个咱先提示者。好，甲大家提示一下，刷来这个咧是咱1897年出现的新头路，新的头路，一种趣味的头路。好，来，咱今日要去倒位咧？咱请看。新的头路。哦，这大间。哦，会看到啊！哎呦，这是什么货？哦，你有看哦，不错啊哦，叮当哦，这是啥？哎呦，哦，记起来哪写哪讲哦。哦，有卖句哦。好来3张相片，好来上个咱请出题。是，请问伫咧1897年出现的新头路，是倒一款头路？你敢知？哦，倒一款头路，拄啊拢有看到哦。好，来咱请抢答。我甲恁提示一下，甲咱字啊。这个字3个字啦。3个字。嘿，哦，来，阿文老师，阿文，拍电报，拍电报，哦，很像了，很像，很像，也是3个字，我是3个字。嘿，问头路，来，头路，我电视剧的4、3、2、1，有搁我接近的无？那无就拍电报啊哦。拍电报哦，其实两字嘛，真正有影流行。差不多啦。来，老师拍电报对不对？拍电报的拍摄咯。哦，不要紧，谢谢这牛威。迄是啥物？迄是啥物工？你爱看我的动作。3个字。我知啊，迄是拍电话。跟诈骗有关系啦。嘿，头拄你看迄个人的动作是啥物啊？我知。等伊讲。等伊讲。啥物？迄是啥物啊？头拄有动作啊。对啊。嘿啊。摕起来看啊嘛。姊我插到要中风啊，伊迄个手要跳少年，电话员，少年你看唔知？电话人，电话员，电话员，加电话人，嘿，电话，丢一字啊，电，不是头前，接线员，哦，袂歹哦，顺有会跟是哦，好来，你的答案是接线员，来老师接线员对唔对？讲接线正。你讲我困难啦。差一个嘿啦，对少年的来讲啦，吼。好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答案是啥？来，迄个正确答案是交换手。要较完整的是电话交换手，咱嘛会当讲，就是接线生来讲接线生啦，不过较正式的是交换手，我来解说一下，这恁可能还没听到，咱台湾开始有电话是伫日本时代1897年才开始的，拄开始这电话你无多像咱即摆手机直接安尼卡啦，嘛无多像以前的电话安尼录啦，好，所以需要啥？我靠这个。人工来甲这个电话的线路甲接通，迄个这个咱相片看到有无？是伫这个电话交换室内底的啥？伊咧交换手，伫迄个伫工作的情形，伫迄当时哦，这是足高尚的头路，好，就是因为讲需要有人来接通嘛，所以就出现一种新头路，就叫做电话交换手，就是咱华语讲的啥？接线生啦，这个头路伫台湾，大部分拢是啥查某人咧做，所以嘛，我们叫做电机还是交换机，这机就是一个女字旁那个机。这对少年人来讲，对咱这代来讲，真正了嘛，年代伤久长啊。差一个字，是不要紧，不是玩哦。咱无分数，咱有学到就好啊。好，不要紧，上尾还有一个哦，更加厉害哦。好，来记得哦，换人。好来，上位，咱提示一个。刷落来的是咱1940年代西城区洗分书的画面哦。哎呦，洗分书的画面哦。好，今日要去倒位咧？来，咱请看。哦，哦，哇，滑溜溜，水拢会叮当。山边。哎呦，穿日本衫咧。是。哎呦，拢是日本时代。哎呦，内底有线索哦。是哦，有看到无？什么货哦？哦，看袂清楚。哦，看袂清楚。看袂清楚。啊，这要问啥？
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这个台湾头一个公共的温泉娱乐场伫咧倒位咧？温泉娱乐场哦。娱乐场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娱乐场。嘿，他多影片内底有写字哦。啊，看蒙蒙无清楚。对哦。无清楚啊。哦。是安尼制作单位拍下窗。我来又看卖啦。好，来，这公共的哦。好来。公共的吼。我要北投。哦。北投。日本时代嘛真有名。对啊，日本时代大家爱去北投啊。遐有迄个温泉啊。对。我嘛是要北投。系啊。啊，那系啊，我要看卖，我是无。来，你的答案是北投。北投老师对唔对？北投的对啊。收慢。好来，咱台湾第一个公共浴场就起伫啥？北投，伊是日本时代规模上大，啊嘛上界水的这个公共浴场啦，吼，就是咱即摆对北投温泉博物馆遐。哦。啊，伫影片内底咱看到是1940年代，爱要庆祝啥？庆祝这个北投庄，啊要升格。做啥？北投街哦，的一个活动吼，啊，咱会当看到哇，北投遐个啥温泉旅社，啊，这酒楼的夜段，啊，甲服务的小女，你有看大家有无？拢增加安尼水当当对，哎，气死！我明明就想北投，不要紧，咱拄好有画面就好啊啦。不过咱即马吼，拄啊去的拢无准算，即马看分数就准算啊。就知影。好，来看咱的伟嘉。伟嘉即马有7000。好，啊，咱的德嘉咧，即马有1万哦。哦，来，经过差恁3000哦。对啊。是啊，输咧呢。后一个回合真简单，就会变盘哦，所以讲真刺激哦。今日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来哟！哦，问号8提示，问号内面是啥咧？问号内底代表无共款的奖金，上济15000，上少1000，爱好好啊耍。是，好来，啊边仔就提示，咱逐提示念一个。头一个药地名：菜、演甲、莲花、苏叶文、鹿、倒数、日语。好，啊而且咱有2个提示。2个提示就是讲有一条救命的时间，会使画队友来斗平常时啊，咱通问讲啊，咱要选倒一个啊，吼，咱通讲要选倒一个奖金较济，拢通互相，啊，就干咱一条救命的时间。是。嘿，啊，那阮这规则就是讲哦，分数较少的人先选，先选咱就先赢哦。对。哎，我搁看到阿迪老师啊，不过无一定啊，无一定，运气有去啊。好，来这边，咱这边的，咱伟嘉先来哦，来要选倒一个咧。你感觉万五伫倒位咧？若是伫遮的话吼，我感觉倒数敢若较有机会哦。倒数哦，倒数袂歹哦。倒数也是要地名啦吼。要地名，来选一个。好，安尼来选倒数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倒数的奖金有偌济？7000哦。袂歹，7000头一个变啊，如果爱用丢哦。是。好，来，我认真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足济外岛，你敢知影火烧岛是台湾的倒一个岛屿咧？火烧岛，这应该无困难啦。哦，来哟，3、2，倒位？绿岛。来，绿岛对唔对？7000咯！赞，他去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台东有2个出名的外岛，一个是啥？红头树，啊，一个是火烧岛。啊，红头树就是即卖兰屿啦，吼。啊，火烧岛就是即卖绿岛。啊，以早白色恐怖的时代，火烧岛是专门咧管啥政治犯的所在，啊，是火山爆发所形成的。啊，咱也伫黄昏的时阵哦，你伫台东啊看绿岛，哦，规粒岛啊那暗拍，袂输咧倒火烧咧，所以以早搁互人叫啥火烧岛，哎，以上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7000弹起来哦。对。来，老师换你看15000伫倒位。阿迪老师。苏阳文。好，来，咱来看
看者。哎，对，啊，我袂记，哦，我有对有。哎呀，对。小凤姐，好啦，苏彦文。老师，您刚刚你苏彦文这个题目，你会赢过亮哥呀？我无一定知啊。哎，有道理哦。好，你苏彦文吼，好，我尊重你，尊重你。因为我苏彦文，你嘛捌啦，你嘛不是你报出的时，我逐工看啊。对啊，咱今仔时代放假。有可能吼，输嘛验文，赢嘛验文啊。是。所以咧，苏彦文哦。苏彦文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苏彦文的奖金有偌济？5000嘛，袂歹哦。哎，他给你个拼起来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温州大女侠的主角苏彦文，伊的死对头嘛是伊的双生啊小弟，这个角色是什么人呢？钟嘉玲啊。 10秒的时间，你看免10秒，伊就赢起来啊！钟嘉玲啊。啊，老师底下不是甲我讲嘿？哦，钟嘉玲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钟嘉玲，对唔对？ 来分数，而且是怎样子啊？低头5千哦！而且我捌写过一条歌叫钟嘉玲呢。温州大女侠这出布袋戏是1970到1973年，伫咱台湾电视公司播出的，吼。啊，播出的时阵，哇，穿甲抓袂牢，啊，到底有偌穿嘞，吼？根据咱的治安单位的统计，伊播出的时阵，唔但咱的交通事故减少，吼，啊，咱的治安嘛变较好，因为安那。 差不多戴口罩，拢伫厝咧看布袋戏，吼。内底主角是啥？苏彦文嘛，吼。啊，佫有一个重要的角色，就是轰动武林，惊动万教，万恶的罪魁钟嘉仁呀，吼。啊，钟嘉仁是一个大魔头、大歹人，是苏彦文的死我客，就是死对头啦，吼。啊嘛是伊自细汉就失散的上生啊小弟，以上。来，多一个。 有诶，问一下大家想法。来，想法嘞，系啊。哦，紧哦，紧哦。地号名来哦，啊，紧嘞，紧嘞，要地名啊，地名好。地名好。好，来，咱来要地名，奖金有偌济？万你哦，安尼都爱要着哦。无，这个是足困难的代志。对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叶克拉话咧讲，寒天起火堆，要一个台湾北部的地名。 哇！起落，差不多哦，时间好加载，倒位来救命，来，好救命！代表讲这个所在伊的天气气候啊，惊敢是两个字，你共款呢？你讲出来听看卖啊！寒天起火堆，要一个台湾北部的地名是倒位咧？ 请问叶克拉话咧讲，寒天起火堆，要一个台湾北部的地名。来，10秒的时间，北部。冬天起火堆，寒天起火堆，要创啥？哇！起落，差不多哦，时间好加载，倒位。来，救命！来，好，救命！救命！救啦！救命！寒天起火堆北部，系啊，北部呀。哦。 寒天起火堆，代表讲这个所在伊的天气候。是咱无讲概念啊。惊敢是两个字，你共款呢？哈哩，你讲出来听看卖啊！暖暖。好，对。是不是？你感觉？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可能无？有可能。好，你试看卖。好，试看卖，暖暖。来，暖暖，对唔对？ 来分数，有一定就万你咯。是，啥那是暖暖的，这一定有意思。寒天起火堆，哇！恁拄则听的时阵，这句热起话是咪互咱联想到一种情景？哇！你看，寒天的时阵，啊，你甲起一个火堆，你的身躯是毋是安那？规个安那烧热起来，啊，得到温暖，所以就互咱想到家人有一个地号名叫啥？暖暖。 来，老师唔通演去，搁有啦，搁150呀，150还袂出来，150你有3万，还搁9000的，演家是日语，都可以。
哦，主席来啊，明白哦。应该是日因为语哦。老师讲日语，他可以。好，好，来算姐算姐。日语。好来，咱来看下日语的奖金有偌济。啊，哎，加减谈，加减谈较好哦。系啊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倒一个生活用语是对日语来的？是便所还是灶卡？这应该会真简单吧？简单哦。嗯。来，知影无？知影起来哦。来，便所。便所。便所。好来，咱来看下便所对唔对？哦，袂歹哦。盖分数，搁加3千咯。咱台语讲的便所，这个便就是啥？方便嘛。啊，所是啥？所在，所以就是互你啊方便的所在。哎，就是咱以前所讲的啥？洗鞋啊啦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啊，便所这个讲法是为日语的便就来的。便就来的，所以迄个便所是对日语来的。来，有嘢进来去算者。哎呀，今年头我讲。还考你啊！还考你家己啊！我在头个阿德老师有我暗示啊，讲什么甲我的歌较有关系啊？任何搭，任何搭爱配啥配菜？哦，酒加菜，没错。是，好来，咱来看一下了。菜奖金有偌济？哦，1000，加来啦，小菜嘛，好啦，加菜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你这题目就是我背。请问东阿搁合作拍母菜，还是合作听母菜咧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这测简单着。知影爱吃哦。系啊，知影，嘿，听过啊。拍母还是听母？应该是拍母菜吧？拍母菜，拍母菜对唔对？来，咱慢慢啊谈，慢慢啊谈，来分数。加1000恭喜哦！加菜哦。因为东蚵啊，这款菜啊啦，伊的水分真济，吼，啊煮了呀啦会吸水，啊干那剩一点仔尔，啊这翁啊啦，唔捌入过灶骹啦，唔捌看过鼎灶，啊计讲啊啦，因某真夭婿，啊哪煮哪偷食，啊才会剩这一点仔尔，所以就拍母，吼，所以以上就红叫做拍母菜。哦，愈杀愈少因为吸水啊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哟，后手还有3位哦。来，阿杰老师。阿杰老师，即摆不是爱，即摆上重要是爱选到万5个，不是选到好答的。内底拢足悬的哦。我感觉落吼已经是上侪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跟咱上无关系啊。哦，对不对啊？是，无得看哦。所以咱选，你要跟我们讨论啊。我要选到一个，你讲。我看你有捌什么？我捌啦，但是我迄个还未用到恁的呢，所以我会使选。你要先用到阮啊，无拢无钱，拢无钱出来，无钱啊，无钱啊，应价哦，来哟来哟，咱来看下应价奖金偌济。哦，1万他给咯，2万8、2万7，赢1000啊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传统的演歌大部分拢是使用5声音阶，你敢知影？伊是甲7声音阶内底发还是嗦提掉咧？来，10秒的时间，这边咱问，这根本就免想吧？你应该拢知哦，演歌。系啊。不过演歌较困难哦。多一个，知影爱吃哦。来，时间到，请吃。来，啊，即摆使看救人啊。嘿，要救哦。救人。哦。拜哥。甲真济手提掉才对啊。因为法师是。哦，老师咧。当兵的时阵，你说哦。因为应该算法无高。是啊。阿杰老师，你感觉咧？我会感觉无重要，咱也会感觉较重要。有呀。嗦。是哦。嗦。好。较点哦。我讲个啊。嗦。好。好来，嗦对唔对？好像是发。传统的演歌大部分是使用这个5声音阶，就是哆来咪嗦拉。就是甲咱的7声音阶，这个哆来咪发嗦拉 T 内底发和 T 甲升调。好来，2个啊，有个，看你要选倒一个。
哇，对啊。肉看起来钱较济，什么会？生多一个，我感觉这肉看起来钱，你感觉落来落，无，咱即摆伊嘛无法度救啊，爱靠家己啊。系啊，伊讲要一个是15,000，我想讲莲花看起来算正，一个是15,000的。好莲花哦，好来，莲花，好来，咱来看者，莲花奖金有偌济？哦，真自闭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身边若有人往生，咱通常会凹108蕊的莲花，伫咧佛教，这是代表108的烦恼，还是祝福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好来，照你讲应该是祝福。祝福。因为呢，但是因为你讲教得利息啊，因为我较早厝邻有人我会记哩，我就是当遐咧拗的，嘿啊，我会记，我当遐咧拗的时候，我会记是有厝邻时代是有讲过，这应该是祝福。祝福伊啊，对啊。所以你的答案是祝福。祝福。好来，祝福对唔对？好来，身边有人往生，咱会凹108蕊莲花，伫佛教这上定108烦恼。108烦恼代表安那？咱人伫世间有足侪啥烦恼甲挂碍，啊人为着要啊求名求利，啊咱会贪心嘛，唔知满足，啊你名你求袂到，你会哪？你会受气，你会怨恨，啊人世事会看袂清，会安那想袂明。唔捌人，佮唔捌事，所以你甲凹好的这莲花拢烧互伊，代表安那，甲咱的人世间所有的挂碍拢放下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即摆就是换你啊哦。谢老师。你直接个讲偌济钱就好。好来，咱来看万五啊，各位兄弟有这15,000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里哦。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长安乐，佮号做麒麟乐，伊伫咧明朝，麒麟这个发音是对葡萄牙语，还是对索马利亚语来咧？来，10秒时间。哇！咱顶个月也拄着长颈鹿娘呢。记得10秒尔哦。是3、2、1，哦。来。葡萄牙语。你确定哦？唔是。有可能唔是啊。索马，这是拢是讲台语的吗？索马利亚语。你讲英文嘛是可以啦。索马利亚。好，所以你确定？索马利亚语。索马利亚语哦。你安尼画一声，我紧张者。索马利亚语对唔对？长安乐是安那叫做麒麟乐，吼，听讲是伫明朝的时阵，明加拉即孟加拉啦，吼，明加拉的国王伊派啥使者，吼，去进贡一只这个长安乐，互这个英禄皇帝。啊，这长安乐伫非洲的这个索马利亚语是叫做吉利。啊，因为这吉利的发音，甲咱的吉利那要挖，吼，所以明朝迄当时就甲这个长安乐就叫做吉林，所以这个音是为咱的索马利亚语来的。真好，来看两队的分数，是，这是平盘，搁平盘哦。好，今日看咱位价，今麦有27000。那咱这价咧？哦，今麦有33000。今日看咱的支票6000斤。看图又属意，看图又属意，就是讲咱有一个图，还要互你摇，迄到底是什么属意咧？啊，几个你的，先甲你讲，斟酌看，啊，几个你要挑清楚哦，吼。啊，咱有几题？咱即马有3题。3题，不过咱即马奖金偌济？即马有33000，所以有33秒。33秒，不过安尼对因无准，一定要加落去。佮加60秒变93秒，好无？
到60秒。哎呀，哎呦，啊不，够30秒啦。哦，够63秒啦。是因为看到老师来，我想讲加一寡。会当无？我看太头啦。啊，不要紧，咱照规则来啦吼。来沙地鸟，老师看好清楚哦。知影你就饲甲，讲着阿上就停啊，秒数就停个腰。对。请看7个字哦。哦，来。怎么下？来讲。好来。这饼奖金咯，会当提走偌济奖金回去咧。老师看好清楚哦，知影你就饲甲，讲着阿上就停啊，秒数就停个腰。对。好，来，咱第一题车出题。请看7个字哦。哦，来。记。哇，有真侪人。嘿，啊，中央迄幕。来讲。好来。金币大有人。饲了唔讲话。是，爱讲话。拜有人。嘿，来，咱来看者，有影真正一种米尔。饲拜有人。啊，每一人个性拢无共。你看来你。好，来九米饲百样人。好，来，咱即摆看秒数。哦，够50秒咧。袂歹，继续哦。继续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，拢总有6个字。6个字。哦。饲鸟鼠甲布地。哦，健康哦。来，咱来看者饲鸟鼠，因为咱即摆看无啥只，哇，饲鸟鼠哇，布地，美美咧饲的鸟鼠哦。对，袂当安尼啦吼，嘿，就是甲咱家己人，咱就害家己人袂当。对哦。好，来第3题哦，咱即摆看秒数者。够44秒咧。真好，继续加油哦。来，上尾一题，来，请出题。请看，哦，有。哇，有2个人有啊。2个人。哎，对，咧顶悬啊。对。一只中，一只啥？系啊。哇，迄叫啥？鸟啊。嘿，你看伊顶悬。顶悬有啥？伊无有写字，写啥物？写啥诶？老公我爱你啊。不是啊。写啥物公？啥物公？吕公啊。嘿。啊，像嗰个金，啥物咧金咧？吕公。狐狸精。系啥物狐狸精？金狐狸精。结果是林老师讲出来啊！对。哦，即摆够12000块啦！12000块，咱即摆就起来去颁奖。来，颁奖！恭喜哦！奖金12000。对啊，咱是这样。哦，有一块金牌。欢迎！今天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感谢林淑琪老师辛苦咯。来，专家有地位。到顶拼得去。我们大家拢欢喜。再会。谢谢。感谢阿杰老师。恭喜！好，老师赢！哦，谢谢。啊，谢谢老师又来，嘿，感谢。你们要带回去。谢谢老师，加油！